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9月2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花莲县光复乡佛祖街透早又个积水，空气机发现吉利潭附近有处和烂土饮料直升机吊挂，搜救队另外去敲吹。劳动部拄啊宣布基本工资明年开始月薪要调悬到29500块，一点钟上少196块，连续10档拢起。内政部推动鱼平改革，电梯唔免设置容积率，唔免买无买车位，嘛免负担车道的面积，伊个公司应该当降5%。来看一个上新的消息，劳动部今仔举行上计工资审议委员会，结果拄啊公布了，明年开始上计工资月薪是调悬到29500块，一点钟上少196块，月薪是调悬3.18%，基本的工资嘛已经连续10档10档拢起。劳动部是表示讲，劳资双方针对经济成长的指标 GDP 年增率有较侪讨论，针对美国关税影响，大家是拢有共识。劳部决定讲，明年开始月薪要调悬到29500块，比今年增加910块，时薪是196块，增加6块，结果会影响超过200万的劳工。即摆物价是一直在起，食头路人压力嘛愈来愈大。今仔早起有一份调查嘛指出讲，有9成2的上班族，因认为讲家己的薪水伤低了，有5成的食头路人是真支持调基本工资，也毋过有3成是无啥感觉，等到是惊讲家己薪水物价嘛会对得起。民众排队排到落长，就是为着中秋要送往来所互亲戚过节，物价一直起，等路愈来愈贵，就算薪水无够开，手一按一年一改，也是爱来表达心意。中秋送礼，可能月饼啊、凤梨酥那些还是必要的，所以还是会买。就下个月再省一点。我觉得1年1次是可以，毕竟是送人的。根据人力银行的调查，有92%的食头路人认为家己的薪水伤低，生活拍袂过，主要原因是因为物价收悬，占48%。公司无明确调薪制度，占45.7%，有67.5%的食头路人会靠外头路来替家己加薪水，而且大部分服务业的薪水平均无到4万块。超过6成以上的上班族，他们的确呢是会靠着呢像是跳槽或者是转换跑道来替自己呢增加一些薪水。那平均下来呢，跳槽这个薪水会增加多少呢？大约是落在5142元左右。薪水是入不敷出的，所以其实说真的，其实还是希望是以存钱以及投资或是说理财方向去做管理这样子，然后还是希望可以透过这个方式可以买一间房子。也若后个月全民发1万块，人力银行调查也显示，普遍的民众拢会选择欠起来来贷款，显示钱变薄，民众理财变保守，摕到钱嘛唔敢乌白开。记者陈选王兴忠台北报道。再来关心榜山湖上新的状况，来看花莲县光复乡的佛祖街透早又个积水，民众是互相提醒讲，暗时就唔通踮伫厝里，尽量去避难所过暝。搜救人员嘛透暝抢救，空气机阁发现讲道路中间的吉利潭附近有处和烂土饮料，空气直升机今仔早起嘛吊挂搜救队人员去敲吹。目前统计有14个人死亡，阁有11个人失联，68个人受伤。上新的勘查嘛指出讲，马太安溪榜山湖的高悬度嘛对200公尺悬降到87公尺，水量是剩1100万吨。民众用手比讲，厝内附近边啊，阁开始积水。花莲县光复乡佛祖街雨落5暝灌入来了，已经是重灾区，附近的大户拢无用伫咧清理。不过日落透早又阁团光开水灌入来，大家互相提醒，暗时尽量去避难所困，莫踮咧厝诶。现在住这边，可是有要逃难就跑到光复国小那边。昨天比较退，好不好？今天又大起来了，你看水引开了，这样才对啊！你看，等下水又大，等下这房子全部毁掉，那怎么办？想要行过去，不过落雨梅正深，无细里跋倒，救援人员赶紧去解倒叉，也阁用叉棒处理较危险的落雨梅路段，互大家暂时会当过。最后现场拢是落雨梅，救援人员也是伫咧找人。天阿嘛，水果正落，救援人员大家手相救，才有法度安全通过。无分早晚继续找，希望会当阁有好消息。
要去吉利潭的路未通，怪手正伫咧修路，伫空拍机发现吉利潭附近有真侪厝和土山砍掉去。空军直升机再去吊挂5位搜救人员到现场，也去马太安帮山湖坝顶对天顶勘查。那空滩的时候看到，大概坝底目前还是有一些落石，北面还是有一些落石，但是我们溢流的水它溢流之后的水量就是大概是稳定的往外流，没有像那个23号那样的大洪水的一个发生。坝顶继续向下切，悬度降到87公尺，内面的水量存1100万吨。不过因为地质无稳定，也是维持红色警戒。即马灾情的统计有14个人死亡，11个人失踪，68个人受伤。伊若灾民刷落来安置伫地基的部分，真正协调所是协调大旅馆；伊若中长期是研究去组合处互因大。记者综合报道。总统大清朝授权国军，那民众同意阿兵哥适当入去灾民的厝里斗相共摒扫。今仔化学兵嘛先去灾区全药啊消毒。国防部佮调出第2、第4作战区的兵力，大约是2000个人来协助救灾。陆家管控大型机具拢入来，国军入来花莲光复乡市区要加速大车路紧通车。前日讲，陆总统特别指示国防部因应特殊状况，民众若是有需要，佮愿意，国军会当入去民家协助清理。真的需要。我们现在都人老力衰，挖了2、3天，挖到半夜，真的是没有什么体力。现在大概泥土只清出来大概1%而已，因为我们这边有100公尺长。在光复车站前的主要干道中正路上，我们可以看到国军是大量机具进驻哦，就是希望可以将门前的土给全部铲除，也动员了包括后备军力以及替代役。那土梅沟啊，愈来愈定，天气南面好，南面歹，嘛互民众烦恼积水一直未消退。马太安溪堰塞湖溢流第4天，我们可以看到化防部也派出了化冰连进行清消，就是怕这些淤水呢会导致病媒蚊滋生。排水坑啊，有路面囤积的物件，化学兵拢上细喷。国军花莲总病院嘛，赶快入来光复车站。那我们最主要是要支援国军弟兄进驻灾区的国军弟兄，因为他们会有一些受伤等等情况。那当然，如果附近的当地民众或者是工作人员有出现一些伤情啊，也可以请我们先帮忙协助处理。好，因为风灾之后会有一些污水污泥，除了会带来平常地表面没有的病原体之外，可能会影响就是饮水跟食物卫生。灾后复原也持续进行，为清除、消毒到急难救助，各界敢若望光复乡会当赶紧正常生活。记者采访报道。第23南环公路189公里的所在，路基流失、路绑起哦，即嘛造成台东的海端乡3个部落对外交通中断。部落是有3个需要西药剂，佮1个细菌感染的病人调伫山区。空勤直升机早起嘛去接病人落山。另外，附近的新武路段有60公尺的路绑起，道路佮通讯拢中断。5个公司的人员是爬山驶过绑起的路段，甲卫星电话送到部落甲绿道部落。因为绑山对外交通中断加载有成封路，所以无人受伤。南环公路嘛传出灾情，按说今仔下晡27个下晡5点会当先来抢通部分路段。海端乡3个部落有3个爱西药剂佮1个细菌感染的病人是调伫山区。台东县消防局嘛向空勤总队来申请直升机，昨下晡就已经甲病人送到台东的病院去治疗了。再来看，各县市拢派出搜救人员在斗找人。高雄市的特殊大队发现一只狗仔掉伫烂土内底，无法度叮当，因是用手去挖烂土，挖40分钟，才把这只已经掉3天的狗仔救出来。高雄佫有派出兽医做伙出动哦。兽医佫发现讲，这只狗仔有淡薄发烧，有可能有肺炎的现象。怎么这样子啦？好，赶快把它救起来，把它救起来。可以吗？它被吸住了。
一只狗仔掉伫咧烂土内底，袂顶袂动，水已经特别淹甲鼻孔。高雄市特殊大队25下晡经过一搭土地公庙，雄雄听到狗仔嘻嘻叫的声，发现这只狗仔已经去互烂土浸甲乌糟糟，看起来真可怜。队员遂展开救援行动，3、4个人做过用手挖40分钟才把狗仔救出来。特殊队家己带回来指挥所，身躯洗好清气了后，就交给随队支援的兽医师治疗。体温的话有点偏高一点点，怀疑是有在泥泞中有吸入性肺炎的可能性，所以在施打皮下点滴的同时，我们还要给予抗生素。买手这只狗仔由花莲当地动物病院接手，也发现狗仔有晶片，暗时要联络到主人。高雄特殊队25隆重救出4个人，4只狗仔，因为这摆水退了后，4家拢是烂土，也有民众就亲像安尼互土吸掉咧。透过特殊队用一寡房仔去做路行，才有法度协助伊脱困。另外，台南市特殊队伫光复乡中山路，要协助这位行动不便的民众就医，因为伊厝内底拢是烂土，队员也就地取材，用木仔门倒面来铺路，一路用菜甲人接出来顶下卡，顺利送去病院。没有，这个是伤门，这个是伤门，伤门。你不要太滑，好，成功了，成功了。救灾行动无分性命不长，目前投入光复救灾搜救人员已经超过400人。今仔日除了持续找找失联的11位民众以外，指挥中心也甲找找范围搁扩大，毋望会当有好消息。记者李新武、柯家如、柯超雄高雄台南综合报道。花莲的光复乡哦，即马4家拢是烂土，第8吊车大王的头家嘛派出拄啊交车的2台山鸟去花莲斗摒扫，嘛关心互罹难者的家属甲灾民哦，伊个提出100万要买物资捐予光复乡。操作人员驶山鸟已经准备好势，要去花莲帮助灾民清理家园。看到即摆花莲严重的灾情，现场欠缺重型机具，新竹县第8吊车大王派出2台扎拄高车成型的山鸟，准备送去花莲协助灾民。物资车跟人员都过去了。真的是让人家感动，尤其我也是花莲人。抛砖引玉的效果啊，而且这种义举的善心人士在台湾社会是越来越少了，希望大家可以跟进啊。我们这个2台小的猫至少可以抵200多人工作，踩下去之后上在车上面去，就可以完全的应付所有国军基层需求。我们后面呢，如果需要我们大的推土机、怪手、压路机，我们都 OK。根据了解，这款上成型的山鸟一台要165万，佮加上会当用来替换洗涂骹专用的机具，2台山鸟就要300多万。除了支援重型机具，伊嘛宣布要提供罹难者家属慰问金以及受伤民众的救助金。我们会提供往生者大概1人1万块的慰问金，受伤者呢1个人3000块的慰问金，然后我们会提供50万到100万的一些物资我也希望说我们的所有的全民能够把所有焦点聚集在我们花莲县光复乡的灾民。另外，伊嘛计划提100万来买民生物资捐予光复乡，用行动招更较侪人做伙来协助花莲渡过难关。记者狄君豪新潮报道。再来看台中的大家，昨有一个休克伫厝里的大学生，亲像互妈妈虐待死亡。今仔早起检方嘛甲法医去破腹验尸，报案的爸爸甲姐姐出面是拢无讲话，这个妈妈已经互抓起来羁押禁见。这个爸爸早起嘛对证人改了被告，进行了是以10万块交保。检察官甲法医日来到台中宗德殡仪馆的法医商验解剖中心，厘清死者的死因。台中市地价区岩门路一个一学习的主体，传出一位20岁姓陈的休学女大学生伫厝内死日济工，一直到25姓陈的老爸到派出所报案，才发现这件代志。附近的厝边拢在讨论。他们家庭还好，就是互动还好。听说是好几天，就是离开好几天了。然后今天那个爸爸妈妈才报案这样子。你们受到控制，你知情吗？死者老爸甲阿姊到殡仪馆拢无讲话，警方表示死者是厝内第2个查囝，老爸伫工厂上班，50岁细点的老母是家务管理。监视人员到场发现死者遗体散落血，家属强调查囝家己锁伫房间内底，但是专案小组认为死者遗体无明显的外伤，看起来营养不良，而且做伙住伫厝内刷死真济工，才发现这和一般情形无同，报请台中地检署侦办。称其次女于家中卧房内死亡，本分局鉴识人员立即到场勘验，发现死者大体相当枯瘦，已明显死亡，立即成立专案小组展开追查。
现场经询问相关人证后，仍有诸多疑点尚待厘清。全案目前报请台中地检署指挥侦办中。警方表示，透过现场的证据、甲证行、有讯问相关的证据了后，认定4件的老母涉嫌犯刑法拘禁致死罪，嫌疑重大，是上轻5年以上有期徒刑重罪。事后当庭给抓起来，向台中地方法院上的禁戒核准。认定死者母亲詹姓被告涉犯刑法第302条第2项前段拘禁致死罪，嫌疑重大，所犯为最轻本刑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罪，且有逃亡、灭证、勾串证人之余，已于昨晚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台中市社会局强调，死者甲因老爸老母是拢无身心障碍甲相关的法律身份，也无成人保护通报记录，市府后续会配合检警调查甲侦办。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再来看屏东的警方抓到一个车厢的业务，虽然已经离职了，也毋过煞骗人客去申请贷款，佮投入信用卡。警方嘛查出讲，至少有12个人受害，嘛怀疑讲这背后可能有诈骗集团，目前佮会追查。看到嫌犯，警方赶紧就车加入，总算抓到这位查某人。这名姓陈的查某人原本是一名屏东车商的业务，后来离职了后，利用甲被害人熟悉的关系，一份100万贷款的合约，佮偷夹大2-3份，互被害者签名。我贷好，伊嘛就缴回，结果我唔知伊搞因放款啊，因人就催缴啊，莫名其妙，啥物拢无摕到变我咧贷款对无？我去查讲伊唔是，一定唔是这个业务啊。长期的耕耘我们这个客户的关系伪造的一个合约书，还有夹带多笔多件的银行的贷款让这些消费者他不会去审视。警方调查，这名业务虽然已经离职，但是长期经营客户关系，利用客户的名办贷款，等到银行钱落来，再用处理车贷的理由提走客户结金簿仔和提款卡，嘛有利用车厢的路卡活动，被害人把信用卡交予业务处理。结果收到一堆小单，才发现卡去予这名业务仔偷入去。警方表示，目前查到已经有12个受害者。对于这个主嫌陈贤也予以申请具体收押。那相关的市政跟场域，还有他的营业场所都有搜索过。警方讲，嫌犯可能是集团联手，会搁深入调查，而且银行和车商是毋是有和这名嫌犯配合？因嘛会搁继续约。警方呼吁，即马诈骗集团拢包装成无同的行业，用专业的方式欺骗民众。大家爱提高警觉，才袂互辛苦赚的钱白了工去。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台南的学校最近流感甲肠仔病毒是正事件，卫生局统计，开学到今已经有36间学校有群组感染，其中有2间学校有自主停课。教室内，大家囡仔拢挂嘴安，叫疫情期间用的假帮，佮摕出来做防护。导师嘛，趁上课进前，先甲专班宣导肠病毒甲流感的预防。主要因为最近台南校园内流感加上肠病毒咧滚价，卫生局统计开学到今有36间学校发生流感群组，其中嘛有2间学校惊病情拖开，校方参家长参详，暂时停课2天，即阵拢转来上课啊。针对这样的一个班级，就有进行所谓的停课的一个会议，那也征求家长的同意。那相关的课程也做补救的一个课程的规划。那重点我们在防疫的部分，我们也要求班级要落实一个所谓的消毒的工作。卫生局指出，9月14至20短期期间，类流感门诊有9637个人去看诊，其中细汉囡仔甲学生族群占45.33%。今年台南流感并发动症病例，到今累积211例，死亡有61个人。新老病院医生讲，今年流感确实有提早，医生建议到时通注疫苗，会使明显降低4成断院的几率。意思就是说，一个人大概可以传染接近2个人啊，所以。一般你能够在学校怎么做？第一，我们还是建议，如果是有疫苗的期间，那建议大家去施打疫苗。全国第38周，就诊人次达11万多人，相较前一周增加了14.4%。另外，9月开学至今，全市共有36间学校发生流感群聚事件。卫生局要呼吁各级学校应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
落实勤洗手。卫生局强调，流感疫苗要对10月初1分2阶段开始做，伊嘛呼吁厝内有细汉囡仔家长甲各学校拢爱落实校园防疫的措施。另外，侪岁人有新的人也是有慢性病，建议嘛通透过疫苗相定保护，降低重症风险。记者蔡台南采访报道。国外非洲地这疫情是愈来愈严重，中秋要到了，烦恼讲会有一寡猪肉的产品会早入国来，农业部防检署会加强稽查，嘛警告讲违法上侪是罚款100万。中秋节得要到啊，包裹的量增加。防检署一件一件做检查，因为即马外国的非洲猪灾疫情愈来愈严重，就惊讲外国而来的中秋包裹内底有猪肉的产品，造成非洲猪灾拐入来台湾。农业部防检署提醒相关部门，就要提悬警觉，做好检查工作。我们从资料里面可以显现，即便是我们的邮包在3检里面都会略有提高我们的违规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频度，所以我们特别在中秋前夕来办理这样的一个记者会。那我们要呼吁我们所有的国人，大家要遵守这样的规定。台湾目前是亚洲唯一无挖到3大猪灾的国家，不过其中一项非洲猪灾目前已经伫82个国家探烧，其中中亚地区有19个国家有疫情。防检署针对入境台湾的民众和包裹加强做检查，若是抓到违法会罚钱，头一届罚20万，第二届以上罚100万。为着要防止猪灾入来台湾，防检署特别加强中秋包裹的检查。各港站张贴中秋节常见违规物品，如腊肠、腊肉以及含肉类制品的月饼、糕饼等图样，来提醒旅客切勿携带入境，并请各 CIQS 的伙伴机关加强宣导与查缉。农业部嘛表示，若是民众伫网络顶买有猪肉的外国产品寄入来台湾，也是有国外的亲戚朋友寄有猪肉成分的包裹来，若是互防检署查到，除了会通知伤惊的人，这个包裹嘛拢会送检验、没收，然后销毁。记者陈心东、林秀凯台北报道。国际新闻来看联合国大会总辩论，咱国友邦是继续为台湾发声，包括譬如马绍尼的总统拢批评讲，中国错误解释联合国第275核决议，嘛认为讲应该让台湾参与联合国。巴拉圭总统嘛赞声，强烈支持台湾重返联合国。联合国大会总辩论的进行，咱友邦继续发声挺台。巴拉圭总统潘尼亚用2分钟讲台海局势，各向过去数十年来无正义处境形容，来表达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Es hora de cortar de raíz este árbol de injusticia que ya tiene décadas de crecimiento y dar lugar a China, Taiwán en las Naciones Unidas. Resolution 2758 has been repeatedly and falsely portrayed as a consensus on a one China UN law. Never has there been such gaslighting in this institution. 马索军岛总统还指出，联大第275决议无处理应该由什么样一个联合国代表的名牌了后，秘书总统惠素婷阁表示，中共错误诠释联大第275核决议，和台湾批评重点，认为应该纳入台湾进强化联合国。Keeping Taiwan out of fully participating in the UN system and contributing to the world. Palau believes that inclusivity, which includes Taiwan, strengthens the United Nations. 在联大举行期间，咱的外交部长林佳龙也低调去纽约，甲惠素婷伫个工厂活动斗阵翕相，创下咱退出联合国了后第一摆引起中国抗议。林佳龙一直强调，台湾虽然受中国打压，不过绝对袂安尼为世界消失。有人想要让台湾从地球上消失，让这个台湾这个无处可去。可是台湾人真是全世界的人也让台湾无所不在。主动讲到进前访问日本甲欧洲的行程，林佳龙讲，望伫综合外交，每一个人拢是外交官的理念之下，让世界继续看到真实的台湾。记者综合报道。台湾接连3、2天拢有无人机侵入机场甲军事设施，当地奥尔堡机场阁暂停营运。
丹麦政府是认为这是故意引起惊吓的行动，嘛进行反无人机的部署。也毋过，敢是罗西亚发动的，丹麦是无直接点名。民众迄夜空场上更点飞向丹麦奥尔堡机场，互机场关几点钟。当地警方表示，日前暗时到1个透早，包含奥尔堡、艾斯比约、松特堡、加斯特吕斯楚普空军基地顶悬拢接到无人机出现的通报。丹麦总理博德瑞里克森批评这是对基础设施严重攻击。Danmark har i de seneste dage været udsat for hybridangreb. Droner er set flere steder ved kritisk infrastruktur, militært og civilt. Det er angreb, som vi må forvente, der kan komme flere af. Og det er angreb, som har vist sårbarheder. Og det er angreb, der har til formål at skabe utryghed og splittelse. 奥尔堡是班在哥本哈根后边的丹麦第2大机场。丹麦国家安全情报局指出，目前无用之前调查这资讯，不过看起来符合欧洲其他所在看到的混合战样态。也评估 Russia 在丹麦间谍甲破坏风险拢真高。At vi vurderer, at risikoen for russisk spionage i Danmark er høj, og vi vurderer også, at risikoen for russisk sabotage i Danmark er høj. Det har vi set andre steder i Europa, det må vi også forvente at kunne se i Danmark. Og det er klart, at tjenesterne ser begivenhederne i lyset af de efterretninger og de efterretningsbilleder, som vi har. 欧洲最近传出 Russia 制造无人机创入波兰，加战机侵扰爱沙尼亚空气的代志。北约已经就波兰甲爱沙尼亚分别启动北约第4条款民国参详机制，佮强调的捍卫民国领空专家提醒，5条款这条防卫不是主动启动，应用军事政治手段回应。Triggering Article 5 is not automatic, so a member state needs to trigger it. So Article 5 is really the article that gets invoked if a country feels that it's basically undergoing an armed attack. And that's actually only been invoked once in the NATO's history by the United States, kind of following the 9/11 terrorist attacks. 北约最近伫葡萄牙甲荷兰即次新型海空无人载具，甲计算本3D 类型无人平台，目标伫试行的正规战机对付属于无人机情形之下，建立更克服成本效益的反制方案。暂停起降的哥本哈根机场1个航班开放。丹麦政府强调，会继续甲北约也佮欧洲友邦协调，强化政策甲反制能力，必要时阵依法拍落有敌意的无人机。公司新闻邓慧珍报道。再来看，印尼政府今年推出100亿美金的学生免费营养午餐的计划。伫过去1礼拜所有上千的学生食物中毒，有民间团体就呼吁政府先暂停这计划。真侪学生规个人懒懒倒伫咧临时改制紧急救护中心的学校体育馆内面，医疗人员一个检查。这个学生是228日伫亚加达西边150公里的一个村，因为发生食物中毒被送来吃。学校的学生有一寡送去在地殡仪馆急诊，还佫真侪间病，敢若是拜3案就收超过100个食物中毒急诊的学生。迄天的中昼顿是鸡肉、豆油豆腐、白饭加一粒草莓。学生讲真好吃，拢有食完。不过记者问讲，是毋是会佫要食学校的营养午餐？因拢讲袂。其实顶礼拜伫咧西爪哇一个中苏拉威市省，就已经有800位学生食物中毒。伫免费营养午餐规模扩大，真侪灶卡负责用餐的学生人数已经超过实际当负担的量，而且灶卡的所在离学校拢真远，为着要当准时用餐，灶卡就要真早就开始煮，有的菜甚至是前一暗就串好啊。印尼的天气搁热，这个物件若菜伤久会变质歹去。印尼国家营养署讲，顶礼拜西爪哇食物中毒案件，就敢若是中央厨房无照标准作业就停做。Tabel uji organoleptisnya dilihatkan ke saya, terus dicek juga gitu sama saya. 营养午餐计划是印尼总统普拉博沃重要的政策之一。年底进前要提供8300万的囡仔营养午餐，102亿美金的预算会伫明年加倍，希望会当解决因为营养不良所造成的发展迟缓，尤其是国内1/5岁以下囡仔。印尼本地智库教育监督网络发现。自今年1月计划开始实施，全国有至少6452个囡仔食物中毒，所以非政府组织希望政府先停办。不过，统筹部长莫海明理事讲无打算要停办。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
美国总统川普宣布讲，10月开始，所有进口药品要扣100%的关税，除非是伫美国生产哦。卫生福利部部长赵忠良嘛表示讲，会密切来观察后续的影响，嘛强调讲，类型特别条例预算是有变相关的预算，会当来提供必要的协助。按照万象病处方甲药品分类底起来，方便民众在社区药局领药啊。美国总统川普预告10月7日开始扣100%的药品关税，但是无针对伫美国设工厂的药品公司，药师推估未来主要影响的是处方药啊。所有药厂都要往美国设厂，相对它的人力成本、它的药品的成本一定会提升，势必就要先针对价格偏低的区域，会供应减少或者是暂停供应的方式。还在专利期的进口药，不可替代的大概是75个品项，韧性特别条例预算里面也有编列了相关准备金。川普预告的关税新制，佮包含10月7日开始对重型货车扣25%的关税，造卡用具50%，另外碰椅甲碰床等等软的点码的家具是扣30%，后礼拜就实施。经济学者分析，虽然咱国出口美国主要是自动类的产品甲 AI， 但是家具类的产品若逢扣30%到50%，会冲击咱国中部地区的传统产业，而且即摆新台票较强势，业者恐惊未堪值。在目前的这个美国的关税结构之下，特别是传统产业的部分，它的影响啊，其实在9月份的时候已经慢慢的浮现。如果未来也是会被科比较高的关税，那我想对这个产业的打击会非常大。学者分析，业者评估了后可能唔接单。后续政府会特别关注传统产业减班休困的状况，也有劳工敢有互减少工时，随时提供必要协助。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内政部推动鱼病改革，要甲一般电梯纳入免计算量值的项目，嘛要限制管委会使用的空间哦。无买车位，嘛免阁负担车道的面积。如果公设必要至少会当减5%，上紧明年实施。真侪民众买厝，上惊买到鱼病大、食病小的厝。为了改善这种的现象，内政部2月推出鱼病改革。避免无实用的公共设施出现，互变数更较实在。往往这些建商想要把这个东西吃到饱，就会灌很多坪数在这种所谓公设面积上面。像现在设了这样一个上限之后呢，这样的情况降低很多。这届的鱼病改革重点包括因应超高龄社会，电梯是建筑必要的项目，修正前列电梯纳入免算拥挤项目。另外，还阁限制管委会使用空间，总用值是1%以内。过来是停车位甲车道的空间。调整做专有，未来无买车位的人唔免阁负担车道的面积。透过改革，会当互公设比下降5%。过去会出现一种是说，我没有买停车位的人，他也要去分摊地下停车场的一些公设的比例，就有一点被灌水的做法。他们应该想要提出一个解决的方向，我觉得这个是好的。从明年开始的这个建案呢，通通车道不可以纳入，但是明年之前的又可以，所以将来民众在买房的时候一定会很困扰。那我买的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可能会造成很多的混乱，尤其现在在房价往下修的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会给建商带来更大的困扰。国土署表示，修法以后，建商总销售坪数不变，而且未来会当减少无面卡计算坪数空间，后届买厝都敢考虑总价就会使。记者采访报道。迄3厂若要停胖，除了爱申请国在运转的执照，大地嘛爱提出相关的评估报告。早起有环保团体就指出讲，应该嘛爱来针对地质灾害、健康风险、佮经济效益来进行评估，嘛需要搁再一届的宽评审查。第3厂运转执照到期了，若要搁胖伫部分修法了后，业工会提出主法修正草案，要求检附6大项文件，除了软化评估甲管理等相关报告，还佫有附写相关评估内政安全评估报告。毋过，团团举行记者会指出，干那遮无够，因为还佫有经济效益评估报告。如果说无限制的花钱，花到根本就不符合经济效益，这件事情是不合理的。所以我们认为，他如果要做到安全，必须要花到不合经济效益的钱的话，其实他也是不应该开发的。除了经济效益，团团认为还有健康、地质灾害等风险评估。研究辐射处居民健康的学者指出，万一核电厂发生事故造成放射性污染，免干那看短期的互相救治，还有长期追踪计划。它其实具有持久性，好，那所以等于说我们必须要这个长期追踪，好，可能10年、20年。
原民团体指出，学生唱在百万族传统领域，电唱花招也应该合乎关注的动议，这才是国际记者。要求合安会要正面回应，并且把这个原基法第21条落实在这个审查的办法中，否则就是一个完全在走形式的一个修法。合安会强调，这摆修正是参照国际做法加管制实务，明确规范运转这条违法的安全审查范围甲定数。另外建议增加的事项，来看下合安、福安，即马已经规定甲美国做法同款，不过款团的其他建议是无做回应。佮表示，若大电公司提出佮运转的申请会专业审查。另外，若是宽频的议题，要由大电公司向环境部来确认。记者综合报道。高雄轮船公司经营基顶往来高山顶3条渡船的航线，去年载客数是超过318万人次，也毋过刷了11亿6千多万。审计部是指出讲，业者俗价竞争，佮渡船嘛因为超载方发钱，佮无照时间的发船，这拢需要改善。高雄基丁区渡轮准备出发，毋是上班时间，也是袂少人来坐。这几年，高雄观光人次增加，观光据点的人次位置控制去年到去年增加超过3倍，将近7000万人次。其中船公司载客超过318万人次，经营煞无好。到去年底，总共了钱已经有11亿6千万，不过船公司资产总额干那3.8亿。主要的是因为我们的票价是有点偏低了哈，所以我们票价把它调整了。那另外我们的船比较老旧，所以我们的一项的维修成本都非常高。审计部指出，船公司因为高雄港观光业者下价竞争，整体营收无好。船公司回应，了钱主要是因为票价长期较低，维修成本较悬这因素。去年已经将电子票证票价维持10起到30，也推动有名的 IP 联名，并转型计划营收甲运量稳定成长。不过想要减少了钱，也是无排除佫起价。可能有营运上的考量，但是我觉得对我们的来往的乘客来说，我还是觉得我们还是有这个需求。迄其中一定有原因呢，咱嘛无介了解，该当起价就起价，因为咱咧作业就是要赚钱，当年了钱，政府嘛袂砍钱。民众认为渡轮是重要的交通工具，起价也是爱坐，也体谅反映票价决定。不过渡轮要超载无准时才进行爱检讨。船公司回应已经研究控管坐船人数，也导致电子自动化技术来改善。记者综合报道。国防部针对陆军桃园市的龙潭基地航空侧引的补偿是发予龙潭大溪和滨定区49个里，大约有7万户。一个月30是领补助的上尾力度，也毋过目前阁有1万户还未领。军机飞过声音真大声，下面的徛起窗仔的玻璃是对咧震动。龙潭机场是北部唯一的全军用机场，特别是双十节前后，军机定定演练。真侪在地人已经惯势啊！有议员认为侧音的补助金上少，姚基民希望卖伫休困时演练侧人耳。必要的啦，不管啊，什么时候都可以演习啊，都要演习啊，不能说你中午休息就不准来演习，没那回事啦。除了战备之外，除了尽量能够去参考民众的作息，不影响你军中的情况，我是觉得这样，因为正反意见都有。针对陆军龙潭基地直升机定定起降，差着民众，军方回应补偿金是按照国防部航空侧音补偿作业规定来办理，也讲部队的训练是为着以后建设的战略，会甲居民的意见反映去顶级的单位，希望得到共识。我们一直都持续在跟地方还有周遭的村里沟通协调。除非遇到特殊的状况，否则都会避开休息的时段，避免干扰到民众的作息。配合国防部推动航空噪音补偿作业，补偿的范围涵盖山区49里，预计受惠的民众约有7万多户。国防部今年共计编列了8900万的预算。针对航空侧音补偿作业，环保局表示配合国防部办理。今年包含龙潭、大溪、滨定区49里，超过7万户。申请领期限到这个月30，还阁有1万户还未申请领。为着方便民众，也提供较有存久的保件，未来也会继续监控侧音改善的成效，确保落实防治措施。公司新闻采访报道。
宜兰市凯旋高小边的县境三街哦，因为路真矮，学生上下课哦实在是真危险。最近学校嘛争取经费，要来设一条450公尺长的人行步道，帮讲互学生有一条安全的路通行。 显然，伫校园周边行大过斑马线，要继续向前，都无人行步道，各加路真细条，为停车为主。宜兰市凯旋国小本来周边通学环境就无好，造成人甲车会伤济行，互不少家长烦恼囡仔上下课的安全。比较会人车争道啦，因为毕竟这路也比较小。 老师啊，或者家长会来停车说，小朋友要走这一条路是会比较危险的。校园内原有危险的所在，本来教职员停车场边嘛无人行步道，学生拢爱窜过停车场，才会当行出校园。人甲车相交叉，问题严重。学校看到问题，向国土署争取2000万经费，伫校园周边增设450公尺长的人行步道，佮连接校园内的教职员停车场，甲一个交通安全教育广场，2日完工启用。所以我们呢就希望说孩子有一个安全的一个上学的人行步道，所以我们就申请了校园周边的一个廊道部分。广场为斑马线人行标志，互老师会当教学生囡仔骑三轮车伫车路安全遵守交通规则。校校表示，新的通学通路，互人甲车完全分流，除了会当保障学生囡仔上下课的安全，也教学生囡仔正确的交通知识，增加多方面的功能利用。记者采访报道。 苗栗的白沙屯妈明仔载后日2天会到人头市哦，甲清北溪的寿天宫的上帝宫，佮有中寿宫的高田贤礼3个神尊会做伙来赞敬南投的南田寺院，这嘛是南投市的宗教大代志。 学生囡仔认真排练，为拜6礼拜2天南投市三神赞敬活动做准备。配合今年是蛇年，北京学校的学生买做花岗20.2公尺，由日本军官照电市观光协会捐予南投的白蛇神桥。27、28白沙屯光天宫妈祖是第一届甲临南投市拍算甲上品领寿天宫献天上帝，中寿宫求天贤女共同赞敬。 跳台湾熊用心的给他看，他下次应该也更想要来南投。希望3位神明可以保佑那些花莲的灾民可以赶快重建家园，然后平安快乐。南投市公所人员认真摒扫整理凉水，南投市长讲地方 ADN 路设凉水甲点心站，也规划几哪位免费停车场，大的甲设一个所在，也有爱心车互无体力的香灯卡随时会当上车。 募集800杯的饮料，100颗馒头。很开心，白沙屯第一次来到南投，我们会跟朋友一起发送饮品跟点心。南投市公所甲着这南田寺院吼，共同来合作，准备5个大型的停车场，啊，佮有5位吼暗时会使休困的所在，西营区的所在吼。 南投市公所表示，地方真期待白沙屯妈祖到位，这也是真难得的3尊神明做伙赞敬，邀请乡亲3工连假做伙来南投市参加地方的宗教盛事。记者辛怡南投报道。教育部今年的本土教育推展的贡献奖哦，今年是颁予8人甲2个团体。 到日布袋戏的团成超过50档，今年73岁的艺术吴福福是讲哦，伊用台湾在地故事演互囡仔看，这是伊推出本土化的坚持。嘛有老师讲，即摆囡仔哦还慢讲台语，也毋过伊讲无要紧，咱着一句一句慢慢啊学。为着要鼓励对本土教育有贡献的推广者，教育部2日举办本土教育推展贡献奖，计共有8个人和2个团体得奖，其中一位得到贡献奖肯定的吴福福。 伊到日布袋戏的传承超过50档，伊讲家己已经过袂使讲台语的年代，真欢喜即马台语受到重视，嘛互伊通甲传统技艺传入校园，家囡仔讲台语、搬布袋戏，嘛将本土的故事讲互学生囡仔知。我即马我嘛就推现阮即个台湾的在地故事，哦，我甲咱这在座前辈讲，咱台湾的在地故事真精彩呢。我为着咱这本土吼。
拼到未拼为止啦，拼到无到为止啦，这是我坚持吼。另外一位得奖者柯金如，伫中山国小推动西鼓队和布袋戏团的社团发展。伊讲，学校的囡仔其实一开始台语拢无啥练懂，也毋过透过和社团的老师认真学习，即马学生唔拿布袋戏扮甲最精彩，佮摕到新北市创意戏剧比赛的得优。我就跟小朋友讲说，没关系，我们一起学啊，我们有时候就会一句一句练，然后甚至是一起。真的是一起克服困难。教育部指出，除了办本土教育推展国现奖以外，这届佫特别举办本土教育的论坛，招一些老师和学者做伙讨论本土教育的创新，希望会使打造浸水式的教育环境。教育其实唔是伫教室内底啦，吼，伊应该是一种生活，哦，所以这个咱透过一寡沉浸式的这个教语言学习环境，吼，就是讲咱会当带囡仔去这个教材的现场，吼。去踏查、去了解、去看。教育部指出，透过这届论坛的交流，希望未来教育现场会使有更加适合囡仔的教育方法，让因对本土语言产生兴趣，愿意主动去学习，才会当互本土语言永久传承。记者桂宗林、曾俊佑台北报道。9月10日是英国作家珍·奥斯汀250岁做纪念，有真侪纪念的活动。伫历史古城巴斯嘛办游行，中现200多当前的清查。伫顶礼拜伫市区嘛有一场2000多人的游行，咱做伙来看卖。英格兰西南部的罗马古城巴斯，11日珍·奥斯汀250岁名单庆祝活动，由一场列政时期风格走路大游行开始。女士拢穿高腰圆筒连身裙，男性是戴大礼帽，绝对标准正装，彰显珍·奥斯汀迄个年代历史风华。Big fan of Jane Austen. This is actually my 3rd year here in a row, and this is also my 3rd year in England, so it's sort of a tradition at this point. 1775年出世伫汉普郡一个小小村仔，住伫伦敦的珍·奥斯汀。1800年对亲人刷到巴斯来住。诺桑爵士甲昆顿2部作品拢是用巴斯做背景，伊爸爸伫遮过身，遗体就待伫圣公会圣史威丁教堂内底。今年多是珍·奥斯汀250岁名单，伊的出生地、成长阶段、大过都市，拢有相关的纪念活动，其中各以巴斯规模上大。杜拉加尔街40岁珍·奥斯汀中心以外，市中心的顺利回航电视上，珍·奥斯汀小说出现过绘蕊，状态一本大型的绘册。行路点头的窗仔也附伊笔下26个有名的经典人物。伊册中洞察真相，其他个趣味金句，也散落伫都市每一个所在，等过路的民众细致发觉慢慢品味。I love her for putting out these stories and her opinion on how it affected women and also how society saw women during that time period. Correct. So yes, I'm a big supporter of her as one of the first female writers during this time period, because after that was like the Bronte sisters, but this. 今年观光旅游、出版影视甚至音乐市场推出各种的珍·奥斯汀250周年应景商品，会互英国经济带来不少的贡献。公司新闻王慧文报道。下晡尾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3度。中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3度；南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3度；东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1度；外岛地区上低28度，上悬33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报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